那去市场内底，四界拢有人咧卖雪鱼，毋过有诶事实上，拢是用别种鱼啊，譬如讲鱿鱼来骗人。这汤市正正就接到人检举，消保官嘛有去到市场稽查，要求市场诶鱼摊都要写清楚。菜市仔内底卖鱼仔的摊，家店有各种的鱼仔。第二日有民众甲市府陈情，讲菜市仔内底的鱼贩啊，用鱿鱼假做是雪鱼来卖，拍一个价销是3地200块。法务局消保官甲桃园区公所的人员做伙去市场稽查。看起来很像，有可能会买。乍看之下一样，实际上不一样。鱿鱼是黑白一点一点，鳕鱼旁边都是同一个颜色。鱿鱼100块以内就有2片，鳕鱼至少那种大小至少也要200以上。消保官稽查发现讲，有部分菜市仔的鱼贩啊，并无标示因是卖什么款的鱼啊，还佫有介绍，嘛提醒业者卖鱼啊应该照实来标示，嘛方便消费者来买。只有血型目的鱼种才能标示为鳕鱼，而原血以及扁血应该标示通俗名称与鱼种名称并列标示。消保官表示，市面上咧卖切一片一片的雪鱼、地里海螺、甲扁鱼，外形看就是真小常，主要是差伫雪鱼的价小较悬，肉的色水看着较白，蓝嘛较细片。提醒消费者，若要买雪鱼，价小若是比市价加真俗，落来当场嘛好清楚这到底是啥物鱼啊。若是讲无写介绍，嘛建议会当先问偌济钱，避免事后佫发生争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